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 GSC 出品嘅模型 Maddox01。分享模型前會講講對動畫嘅睇法，以及陣間會以裝甲1號名稱分享，唔會用狂牛及 Maddox 名稱。裝甲1號名稱來自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時候譯名，而動畫中裝甲服 Maddox01 都以裝甲1號稱呼。當時睇裝甲1號對我有兩個震撼。當時睇親嘅卡通片都係巨大機械人，例如勇者啊、高達啊，而且招式誇張，唔真實。而裝甲1號令我耳目一新係機械人貼近人類比例，而且武器好真實，機關槍、飛彈及炸彈。縱使裝甲1號係虛構機體，但機關槍、飛彈及反坦克炸彈均可在現實揾到。第二震撼係現實軍事武器載具於動畫中出現，而且對主角有一定嘅傷害力及威脅。嗰時睇親機械人卡通片都係以機械人為主角，飛機坦克猶如蚊仔，負責撐場而已。但裝甲1號中軍事武器載具成為重要角色，睇完先知原來軍方載具殺傷力驚人。即使到依家，呢套動畫喺我心中係一套佳作。以為睇荒木伸志第一套作品係《蘋果核戰記》，原來第一套睇荒木伸志作品係《裝甲1號》。模型方面件數適量，猶如 HG。不過齋砌係唔靚，有諗過跟原著顏色灰色，不過感覺單調，於是嘗試玩迷彩，結果未如理想。主要顏色係 olive green， 其次係啡色及沙黃色。原著中黃色位置及機關槍子彈皆以 O 高代替。右手 minigun 及左手機關槍加以 gunmetal 上色。黑色件都上返黑色，左邊引擎我係遮蓋上黑色咯。佢呢個黑色同呢個係同一件嚟嘅，不過係噴咗黑色先，然後遮住黑色再上綠色咯。咁另外一個遮蓋嘅地方呢，呢兩嚿黑色件入面嗰個渦輪，我係噴晒成個黑色，然後遮住再噴。minigun 嘅子彈夾駁上去個主體嘅時候咧，係唔實嘅，會鬆，要用好強力嘅膠水先黐得實咯。裝甲1號附設嘅武器十分豐富。Kenji 當時使用武器只有機關槍及 minigun， 而開場 Ellie 示範裝甲1號時，翼上左右加設榴彈發射器。到 Kenji 使用時冇裝上去，因為已經上色嘅關係啦，以免甩色，所以只選擇動畫中 Kenji 版，所以冇加榴彈發射器，而且唔打算玩換武器啦。模型方面屬於細隻，高度約同1:144差唔多，比例上同1:24公仔差唔多高，所以話佢好細隻，好似唔抵砌。但比例上算係真實比例，跟翻動畫設定，價錢大約400至500，件數適量，高度如1:144，加上零件質素麻麻，呢個價錢算貴，因為情意結先賣，正是有愛先賣吧。係咪食蚊蚊啫？Hey.